即阵台语的红仔册是哪来哪济，不过逐款拢有无共的创意。这回带大家来看一个乐团，因照故事的情景改编古典音乐，搁设计舞蹈动作，互囡仔人咧看红仔册时阵有音乐，搁有舞蹈来做伴。这本《回捧起山谷》描写亲子家庭甲动物大自然的关系。作者江宽树本身咧教音乐，伊发现剧情加入音乐动作的设计，对囡仔学习有正大帮助，开发出台语互动的音乐课程。语言甲动作甲歌拢搭做伙的时阵，因真侪囡仔甲我讲，因转去啊，拢会直直唱遮个歌，嘛会去讲迄故事内底一寡字。活跳课程，故事加入舞蹈音乐，囡仔人袂输是咧伴一出台语歌舞剧。江焕竹团长也将回捧起创作延伸去古典音乐，开发囡仔的音乐细胞。雨愈来愈大，大粒的雨水滴落来，山内就开始弹雷公。改编古典音乐为外地的书柜，用鼓声、大提琴表演出西北雨落玫瑰残花的多变。古典的音乐在实际上在演奏的时候，它是有很多细节的，而且是有很多情绪，其实是电脑做不出来的。对，那加上小朋友平常也比较少在场合听到真的乐器，所以像我们去演奏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小朋友就会非常好奇，巴松管原来这么大一只哦。用乐器舞蹈伴出歌跳的故事情景，嘛甲台语加入表演艺术内底，互台语好听，阁好耍。记者杨淑晴、张学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